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嘅大灣區工作室 channel。啱啱星期日啊，我同阿祖馬龍嘅提供，我就中咗一隻 win，祖馬龍中條位置 Q，成績係叫做不過不失啦。咁希望咧今次咧我一個人上陣啊，睇下我成績會唔會理想啲。咁今次咧就跑翻跑馬地嘅賽事啦，就跑9場嘅。咁其實近排嘅賽事，好似啱啱星期日嘅賽事，大家都見到啦，有一啲冷門咧入嚟嗰啲四龍彩咧，就造就咗咧驚人嘅派彩，竟然一日裡面咧有2場超過25萬嘅四龍彩。但係咧，你會睇到係其實都係靠啲第3、第4嗰啲大冷馬咧，係造就嗰啲巨型嘅四龍彩派彩。所以咧，去到季尾階段咧，都會有呢啲不明物體出現㗎啦。咁而今次跑馬地出馬雖然話上限12匹，但係經常咧氹仔都會浸蛟龍嘅，咁大家咧都要謹慎啲啦。咁而今次咧我就左睇右睇，發覺其實唔係太易㗎。其中咧第4場咧我就覺得咧似乎明朗啲嘅。第4場第4班1200米呢場賽事咧，首先就揀咗一匹排個幾好嘅檔位，2檔呢匹3號你知我得。加埋咧騎師我亦都中意啦，霍宏星，因為霍宏星咧今季嘅表現咧，的確係比上季咧係大有進步。咁講翻呢一匹馬先啦，你知我得，其實霍宏星咧都幫呢匹馬贏過嘅。咁而呢匹馬喺季內都係贏過2場頭馬咧，都係出自呢個谷草1200米。咁而近排咧近呢幾場佢就轉跑啲谷草1里啊，或者田草1400就上唔到名啊。可能都係路程唔係咁啱啦，同埋對手比較強啲啦。不過咧，佢前一仗嗰場田草1400，哇！嗰場咧佢都係僅冇個第3嘅啫。咁而嗰場大家而家事後睇翻，你都知道根本都係屬於嗰啲4班強組織嚟㗎啦。咁如果用嗰場佢呢場嘅第5嘅表現計咧，呢匹你知我得，其實而家雖然話個分高過即係季初嘅時候啊。咁但係咧，原來佢個能力都唔錯嘅。咁今次跑翻嚟呢個谷草1200咧，應該嗰個路程啊，個競爭力會強好多啦。排住個2檔咧，以呢匹馬嗰個前速，其實都可以跟手個位跑，所以咧首選揀呢匹嘅。咁另外咧9號嘅飛王咧都係另一匹考慮啦。呢匹馬初表現就麻麻地，但係咧佢自從喺2月份嗰場開始個配備。加埋面箍啊，又重戴翻交叉鼻箍，即係面箍、交叉鼻箍加埋個頭罩，似乎對呢匹馬就好有幫助啦。因為跑4場呢一個路程咧，其中有3場都入到 Q 跑第2嘅。咁就算咧前一仗跑第4嗰場，其實都係輸於咧直路嗰度咧連番受困嘅啫。運完一度又運另一度，結果咧左衝右突之後咧，好遲先望空到，否則呢匹馬嗰場馬都有機會上翻名㗎啦。所以我覺得呢匹飛王其實近排個水準咧係好穩定，而上場咧輸俾嗰匹金牌活力，而金牌活力咧係折扣馬嚟嘅，贏完嗰場之後咧就上翻去3班，咁而最近3班嗰場佢跑第3，但係輸好少嘅咋，輸一個頭位度，證明呢匹金牌活力上次嘅頭馬都係即係屬於一啲堅料，咁而呢匹飛王咧叫做包到條 Q 嗰種水準喺4班都夠用啦，所以喺呢度咧。佢都可以做到座位望贏嘅，呢2匹馬咧就係屬於一啲頭2選嚟㗎啦。咁再揀落去咧就係2號嘅超霸勝啦。呢一匹馬其實喺季內喺3班嘅時候咧都一再入到 Q 嘅，分別喺田草1200啊同埋谷草1200呢個路程。咁如果你睇翻呢一匹馬，如果喺季內嗰啲表現，其實譬如佢對住愛馬仕嗰場田草都能夠跑到第2，而愛馬仕其後係繼續可以贏馬。咁所以嗰個績嚟講咧，超霸勝咧都係有水準。今次啊排翻個1檔就唔需要話好似上場咁樣啦，因為上場咧佢叫做落翻嚟4班，即係初次落4班跑啊。照計應該有啲優勢，咁但係因為排大外檔嘅關係咧，12檔要拖後縮嚟跑，結果翻到嚟咧就得個追字，但係都追翻唔少失地。今次排喺1檔咧，應該可以用首位嘅跑法跑，因為佢入。即係喺田草跑1200入 Q 嗰場咧，都係首位跑㗎，咁所以呢匹馬咧，今次呢一檔亦都唔同咗㗎啦。咁另外10號嘅星火燎原咧，就可以作為一啲，譬如你買3龍彩啊，或者甚至乎4龍彩嘅冷腳，因為呢匹馬咧跑呢個路程咧，
相信咧大家就會覺得有冇泥地咁好咧，會有個懷疑。但係其實佢呢個路程喺5班嘅時候咧都入過 Q，咁換句話講咧都唔係話完全唔識跑啦。同埋咧呢隻馬咧，你睇翻佢上咗嚟4班跑咧，跑嗰啲泥地連場都好準嘅。咁而最近即係嗰啲表現好似有少失落咗啦，咁但係咧都係輸形勢使然嘅啫。上場係跑1里，亦都係路程較為長啲啦。如果你睇翻前次嗰場泥地1200嘅第6咧，佢都係形勢不利之下追翻上嚟，但係嗰組織好強嘅，因為嗰隻扶搖世勁係做一個好嘅時間啦。咁你甚至乎跑第2嘅標緻星河啊，佢最近轉去田組14都能夠贏到馬咁樣去計啦。其實呢一隻星火燎原其實近排咧個表現都唔係話太過跌窩嘅啫。呢匹馬可以作為 T 腳嘅。好啦，嗱，重複下我嘅第4場嘅心水啦。正選就係3號你知我得，跟住有9號飛王啦，然後2號超霸勝同埋10號星火燎原嘅。心水啊講到呢一度啦，亦都提下大家嗱，見到咧屏幕咧右上角嗰度咧就係有一個 WhatsApp 電話，係一個付費會員嘅熱線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 join 呢個付費會員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到呢一個電話嗰度去查詢下個詳情。亦都有個二維碼嘅 WhatsApp，大家亦都可以 scan 嗰個二維碼嘅。咁當然啦，有啲朋友就問話，即係有冇一啲簡單啲嘅方法嚟 join 呢個會員？咁如果你 WhatsApp 唔到嘅，你咪打個短信咯。你打短信嚟呢個電話號碼，甚至乎打電話嚟查詢啦。咁我哋喺辦公時間啦，同事都會接聽大家電話。咁另外大家如果睇呢一個 channel 覺得唔錯嘅話，亦都歡迎大家撳訂閱掣啦，亦都歡迎大家去 share 出去嘅。更加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嗰度留言，最重要俾埋個 like 㗎啦嚇。好啦，節目嚟到呢度咯喎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